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又係男人咧同大家討論時事熱話嘅時間啦。錄音嘅時間係6月29日嘅晚上。喺香港國安法實施5週年即將來臨嘅呢個時刻，傳來好消息。咩好消息啊？就係禍害香港接近20年、劣跡斑斑嘅反中亂港組織社會民主連線，亦即係簡稱社民聯嘅呢個組織正式收檔。喺29日舉行嘅記者會上咁當然而家所謂嘅社民連主席陳寶瑩，其實大家都唔知有乜水啦，係咪先？因為點解梁國雄嗰啲坐緊監啊嘛，冇辦法揾啲唔知名嘅出嚟。咁又話解釋考慮到同行者同埋會員情況咧，決定咧按既有程序罪行一致通過取消社團註冊手續，宣布解散後跟進。資產咧就話聲稱冇晒啦，咁係啦，大家信唔信啊？但係好多大家自己決定啦。但係值得拍手慶祝嘅咧就係話呢個反中亂港組織咧終於正式收檔。除咗梁國雄近呢幾年最出名嘅咩黃浩銘、岑子傑呢啲全部都入獄。而家梁國雄就繼續入獄緊啦。黃浩銘、岑子傑咧出獄翻出嚟，咁咧今日都有去到記者會嘅。呢樣嘢我要讚社民連啦，即係佢哋班友咧交還交，反中亂港還反中亂港，居然咧出獄後咧仲喺度蒲頭噶，唔似公民黨，即係我哋之前咧民主黨、公民黨咪解散咗嘅，嗰班友仔一叫佢坐監或者爭啲坐監啊，即刻走到唔知去咗邊，係咪先？社民連呢班友仔咧，最起碼你錯還錯承擔責任，自己繼續咧行出嚟露面。呢樣嘢咧，即係社民連俾嗰啲咁嘅民主黨、公民黨嘅垃圾嗰啲藍血人咧，反而唔係話佢做得啱，反而係值得尊重反而係值得尊重。講翻社民連呢個禍港足足20年嘅組織係做咗啲咩啦？大家可能咧對於呢啲咁嘅議席又唔多，又呢咁嘅組織其實唔係好清楚啦。大家一定會記得咧，2006年時間翻到去接近20年前。當時咧，黃毓民、梁國雄、陳偉業就共同創立咗社民連。呢個咧聲稱咧喺議會內抗爭嘅激進組織咧，實際上走嘅咩？暴力路線。由嗰一年起咧，議會文化就大大咁樣開始被破壞啦。長毛黃毓民嗰啲成日高聲叫囂嗰啲咧，即係議員暴力咧，大家應該都仲記憶猶新啦。最記得嘅咧就係話黃毓民咧喺嗰個議事廳投擲玻璃杯、炸蕉同埋呢個陳偉業、梁國雄之流，正式咁樣咧宣布咧將呢個咧台灣式嘅議會暴力咧係引入咗香港。當然佢將呢個暴力引入咗香港之後咧，可能大家冇估到嘅就係話原來咧呢個咁嘅暴力嘅議會咧，最後咧就發展到去10幾年後嘅一個修例風波入邊呢個黑暴啦。變成咧呢個暴力嘅議會咧徹底覆滅咗，因為嗰個議事規則同埋嗰個咩完全冇咗，咁所以咧就變咗咧係完全係由呢個社民連開始嘅。呢個就係社民連最出名嘅嘢。當然我哋從來都話黃毓民呢啲咧別有用心嘅人咧，當日有啲人支持佢嘅時候咧，南亞人已經同嗰啲朋友講：你哋唔好諗住支持黃毓民啦，佢真係個別有用心嘅人。佢除咗係要破壞我哋嘅議事規則，仲係要破壞所謂嘅民主派嗰個平和路線，將佢徹底走向呢個暴力抗爭、暴力路線，唔係抗爭暴力路線不分青紅皂白嘅，總之一味咧就係吸引眼球。結果所有嘅預言最後冇錯啦，就係2014年嘅佔中、2019年黑暴，結果整到我哋嘅議會咧係遍體鱗傷，最後更加出現咗呢個咧係35+顛覆政權案啦。結果咧成堆曾經做過議員嘅人咧就入獄，有部分已經出獄咗，有部分就繼續服緊刑。係啦，呢個就係民建社民連呢個咁嘅劣跡斑斑嘅一個綜合啦。隨住社民連之前嘅民主黨、公民黨已經宣布雞飛狗走相繼解散之後咧，連同社民連可以話係咧碩果僅存嘅一個反中亂港組織咧，都已經覆滅。我哋應該為香港真正能夠踏上由治及興嘅道路上咧，係值得慶幸㗎。
因為任何一個地方要發展，任何一個地方要怎麼樣，我哋而家從西方嘅例子已經見到呢啲咁嘅政黨之間嘅點講衝突、矛盾互相攻擊，對於整個發展係百利而無一害。而我哋香港好彩由香港國安法喺5年前成功撥亂反正，重建議會制度，咁所以我哋而家先有一個相對平和嘅環境，營商環境咧係叫做持續好轉之中。咁當然呢條路係咪走完呢？唔係，我哋仍然有好多嘢努力要重建、要建設，亦都要及時追上。除咗吸收背靠祖國嘅一個優勢之外，我哋亦都要發揮我哋原本有嘅長處就係咧聯通國際。而如果我哋即係成為一個內地嘅城市嚟講，係毫無意義㗎。所以我哋一定要發揮翻我哋本來有嘅優勢。即係你咁多年唔係話喂，我唔會紅到咁誇張，話同你講話我一啲優勢都冇，唔係咁嘅意思。而我哋要吸取中西方之長。簡單而言就係香港最大嘅優勢就係我哋冇包袱啊嘛，兩邊嘅長處我哋都可以吸收。呢個就係香港長久以來應該做嘅嘢，應該站嘅定位就係背靠祖國，聯通國際，吸取中西方之長無論文化各個方面AI 各個方面都應該係咁。呢個就係香港優勢。如果唔係，我哋永遠我哋就追唔上內地嘅而家呢啲咁嘅 IT 嘅高手企業啦。我哋亦都咧相對於外國嚟講，我哋又好似就差咗啲喎。所以我哋應該係兩者取其長咧，係吸收兩方嘅長處所以呢個就係香港優勢。隨住社民連嘅覆滅，隨住民主黨、公民黨嘅解散，我哋香港真正踏上由治及興嘅道路。如果你都同意林文觀點，請你點讚呢條視頻並分享俾更多嘅朋友知道呢個好消息。好啦，下一集再同大家討論其他時事熱話。拜拜。